哦，要喷肥料，喷肥料，那是在喷肥料，不是喷农药，那是肥料，喷肥料。没有用无人机的。哦，那台糖的土地啊，就是说要租或者是要卖。以前的这底下有铁柜，以前台糖的甘蔗都再来这边集放，哦，集散中心在这边，你看。后来民国80年代晚期还是90年代初期，台糖没有在生产，它这个铁路就没有在用。后来现在新营糖厂的有在开一节车厢的叫胜利号小火车，好像重新开2、3年了。另外还有5分车比较早就开了，开放车厢比较多的车厢。都是开到柳营，比较近的是那个胜利号开到仁和村，就地名火烧店啊，柳营火烧店以前的台湾民谣大师吴俊怀的家乡啊，那边有音乐博物馆，假日才有开胜利号小火车，在新营糖厂贩卖部那边买车票，本来卖车票那边有一个那个火车的那种车厢，以前载甘蔗的时候，好像在最后面那一个车厢，黑色的。后来2025年的7月7号，丹纳斯台风把那个贩售中心前面东边大榕树，然后正东边一棵大榕树，然后在北边一点铁轨北边一点，有一棵大榕树都吹倒了。后来卖票就改在那个贩售中心了，卖东西的那个店里面买车票啊。胜利号假日才开，5分车不太清楚，5分车是不是只有假日才开？开到柳营的八翁村，以旧地名八老地老的，它是养乳牛了，养乳牛生产牛乳的鲜乳的地方，你看肉里的肉农村啊。到那边看乳牛啦，观赏乳牛啦。那边也有购物中心啊，